哦，你看这道大高资源呢？这是正港的复古车呢。这古董的卡达车呢？你要去看没？都安尼哦。哎呀，哦，无简单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改编就甜哦。改编 ，OK 哦。哎哦，哎 OK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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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阿伯回来好。足够水的啦！哎呦，这台安那卖哈？安那卖啊？无咧卖，无咧卖啊？无价之宝。无价之宝。嘿，哦。啊，你想要知影伊是倒位来的？倒位来的？伊移民到台湾的什么城市？台湾什么城市？我知啊。什么？哎，我太了解，因为我旧年我有写一条歌吼，拄好有写到啦。哦。什么歌？哎，老师甲我找一个，找。歹势啦。说脏话啦！哎呦，说脏话，老师搞找你不要大哟。啊，新港的大风车，骑甲滴滴滴，沿前的机啊变练练颠颠颠，竹长的手啊会行路过雾花呢。台川的脚踏车啊，倒甲真爱骑。你写的？中华，我写。对嘿。中华的台川脚踏车。你有咱即马要去的是你的故乡。嘿，中华台川的脚踏车。对对，唔对，唔是要转去恁兜。啊，无是倒位？咱去找答案吗？来，做伙看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走，哎，到哪？哎，去台南市啦。哦，台南哦。对啦，是隔壁啦。啊，隔壁。算是恁兜隔壁。因为中华300年，台南今年400年啊。对，建关400年。建关400年，所以咱要去一个就复古的城市，就有文化的城市，叫府城。府城要骑脚踏车就对啦。对。安尼我找2个气生小队。气生小队。嘿，一个伊对脚踏车嘛就有研究，有咧耍脚踏车的。真的假的？啊，另外一个吼，伊今仔日拄好有闲，嘿。通告拍枪。OK。拄好有啦。来，有请。来哦，英米啊，你当啊。来。猎头摸呢？哎呦，哦，你这个头毛有厉害。我透早去电呢，我叫阿姨甲我电头。电话久。看你的穿插跟你的头毛，这是要叫你一个钱嘛？真正是我甲阮老母借的啦。哦，恁妈妈的衫。这阮阿姨结婚迄天，伊就穿这身。哇！我30年的历史啊，就适合的，购物这店间。对有。不然林心如这像资深艺人了。林心如要接我去拍第2集吧。哦，妈妈长得对啊。气势超强的。梅花妈妈，伊有这落实，我有这梅花。哦，啊，你嘞？我这澳洲的啦，澳洲的贵族风啦。爱有灰的哦，一定要有灰，灰公子。哦，Playboy，你这次我一看知影，这你家己的衫。对哦。这我家己。刚那是今年才买。无啦，较暗啦，最近较暗，最近真较暗。秋头暗。啊，这个古董包。这是咧装啥物？这在装，你要收回啊钱啊。安尼叫袂？哦。啊，顺店啊，你爱顺店啊？东哥，我这期来吧，敢来吧？哎，一期较紧嘞。歹势，今年店的生意较歹啦。好那你大家拢有？你嘛是啊哦，恁两个因为古早时阵，你知影1户2路3万甲，一户啊，就是这个城市有港口。钱就多，好食的物啊就多，大家拢穿 high class。哦，对啊，所以咱要出发喽。来，下坐。好，
啊，今仔日呢要去府城佚佗，啊，我的导览先生就非常重要啊。但是这个导览先生呢，文化的知识非常侪，但是伊有一个足奇怪的所在。你爱趁钱，你爱趁钱，你嘛爱趁钱，那就好哎。伊就无爱趁钱。啊，哪有这种人？啊，那伊趁的钱会使寄伫咱三家。可能我嘛爱，嘿，无啦，啊，伊的专业是修理脚踏车的。伊开店修理脚踏车哦，但是伊只会修理零件拍锤的古董车，这款的古董。来修这种古董的，嘿，啊新的咧，新的伊就叫伊的人去，你去北京。你去别间去修，卖来，修老车的对吧？哎呀，很任性啊，文青就是任性啊。伊唔那足搞修理车、修理脚踏车，啊，搁带头办活动，每一年的古董车的游行嘛，足轰动哦。上趣味的所在，伊的名甲伊的人，甲这个城市是环环相扣的。做白啊，做白。欢迎我的古董医生柯虎侠，老师你好，这就是咱的虎侠老师来介绍虎侠。嘿是。是啊，你介绍虎侠之前，咱有考核。好，来看一个。好。古都文化上出名，街头巷尾自由行，邀请大家来骑老车坐虎侠。水啦！谢谢。上无爱趁钱。所以虎城老师，嘿你好。虎城是你的本名？唔是，唔是，但是我足介虎城，所以搞这个名改做刮虎城。哦。啊，你哪会想讲要修这古董的脚踏车哈？哦，是因为我自细汉就足爱脚踏车，我伫我小学1年的时阵，就有我人生第一台脚踏车。然后有一天呢，我发现佫有一辆脚踏车比我的单数的脚踏车吼，佫较厉害，就是有内变速。吼，啊有一届呢，我退伍的时阵吼，我就发现讲有一台古董脚踏车有变速的，要互报废去啊。啊，我家己买起来。啊，但是因为找无师傅人去修理，我就想讲，反正我家己的车修理无好嘛，袂要紧嘛。好，我就开始拆。啊，拆落了，有一天吼去互我研究出来，就是其实内底有一个钢线，吼足油的钢线，像咱的头毛丝安尼。吼，我照安尼做，啊，甲迄台古董车修理好。啊，伫迄个时阵足有成就感的，我就感觉，我应该有适合做这个职业，是安尼。啊，你拢修古董的，啊，人若新的脚踏车，看来要你修，啊，你拢买啊？是安尼啦，因为吼，阮店差不多200公尺以内。我有4间脚踏车店，啊，我是想讲，啊，因一般的脚踏车店吼，就修理一般的脚踏车，啊，我就专门修古董脚踏车安尼就好啊。对，嘛毋是安尼讲啦，离我上近的10公尺，就已经有一间车店，啊，所以因为我修理的甲因修理的是无共款，啊，所以呢，阮这4间吼，阮就是和乐相处。对，留一嘴饭互别人食。嘿，是。啊，拄则大牌讲，你有带头办活动，骑铁马啊，所以一定爱有家己爱准备好古董车，才会使去参加迄个活动。哦，是安尼啦，是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，阮台南有一间百货公司，吼，一间百货公司呢叫做林百货，吼，日本叫做夏亚市。啊，伊每年的12月啊，有一个活动，就是算像嘉年华游行。啊，我就想讲，我招一群朋友，吼，拢是阮算古董车的朋友，啊，来参加这个活动。但是是毋是这？嘿，对。这就爱这备装。对啊，是因为感觉讲。既然脚踏车整理甲遮尔水，啊总是袂当凊彩后白穿安尼爽爽，啊所以对，所以迄当初我就想讲，安尼咱这队爱，互感觉咱穿甲足拍哩，对，啊来参加这个活动安尼。你迄个tweet run 迄个tweet，就是讲你即马穿的这个背心的迄个材料，对嘛？是斜纹布。斜纹布。对。啊，所以阮今仔日阮在清场。对。咱做回来去台南。做回来。啊 ，TV 卡用个姑姑无？唔免，阮是尽量甲旧的吼整理好看起来，感觉足水安尼。对。这是合唱团的。咱小酒来游光，有的想袂对你讲，在太阳下，多一项，敢有别项？
谢谢。好，安尼即摆马上请虎侠老师带咱来虎侠骑脚踏车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南的歌虎城，今仔日呢要带大家来骑古董车坐虎城。耶，来去。好，咱今晚看到这台呢，就是咱古董车内底有分3个种类。第一个就是文车，这台看到这台，是富士宝文车内底第1名富士宝，因为伊是但日本原装进口入啊，所以你看伊有配着啥物牛皮座椅，还有一个车顶，这个车顶呢也当但伊的加发电机发电，然后送来遮，所以讲起来嘛是足环保的一台脚踏车，这台脚踏车呢是老一辈咧讲，就是讲伊3分地才会当换一台脚踏车，所以已经足少的，对所以啥物人会当骑这个脚踏车呢？除了有机人对，残桥对，残桥对，东哥来底坐啦，去看一台啊，对，你足久无来，你想坐一个？介意啦，介意啊，好，这台呢，甲头拄仔只无共，因为后壁后架足大，叫做母车，对，载货对，因为较早呢，生活无介好，有可能因兜一台脚踏车。所有的经济来源拢是靠这台脚踏车去咧载动，这台足特别的，就是讲，伊只要佮有加一个动，咱一般的脚踏车前动后动，这台佮加一个，伊佮一个用卡动，因为伊要载重货，行到行的时阵动袂掉，这只的牌子呢，就是咱的阮台南的第1名，第1名的牌子叫做菊英，来后一张，这只呢。头拄我讲的迄只是台南第1名，即摆这只是咱全台湾第1名，因为迄当中还佫无捷安特，所以厉害，对，就是幸福，嘿，哇，你得了几岁？我甲你讲，迄年代的车啊，无啦，我家己有算古董车，我有一台古董车伫阮兜，即摆才会使换3分地。即摆可能会当换无甲3片伫装卡，因为时代无共款。太拜幸福拜。为什么要讲这只呢？因为伊当初呢是台湾排第1，几乎每一个县市拢有经销商。但是呢，咱台湾的经济愈来愈好，有一天呢，摩托车慢慢取代咱的脚踏车，结果伊到尾伊就讲，伊无爱做脚踏车，转做啥物化妆品。自相同。你有够厉害，对，就是资深，对，真正是资深车，你真正请，对，更讲的脚踏车。对，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讲，其实这是一个伊的观念的问题啦，就是讲，伊不管做啥物代志，伊拢足坚持。做脚踏车嘛当做甲全台湾上好，做化妆品嘛是会当做甲台湾上好，这个观念真正是真好，嘛是足坚持的。来后一只，这只叫做啥物？三宝车。三宝车是啥物人咧骑？三宝，对，三宝，因为较早妇产科无遐济，所以三宝车骑着三宝车，去产妇因兜帮忙接生，这台足特别的，就是讲，咱头拄看到的所有的脚踏车拢是有一支环关，一只无，你看伊有一个弧形，是中部叫做大肚车，但是咱北部有人叫做大弯梁，来，要大家摇一下，后壁遮你有看到这一条这的珠啊，这有啥物作用无？电火。唔是，伊唔是电火，伊是珠啊，伫遐后壁遮，一条。因为要生啊嘛，牛肉。叫人照顾。哎有声音，唔是，因为其实因为较早的三宝有可能会牵棍，伊行伊的棍去后壁车顶架入，所以这个足贴心的设计啊。安尼敢有效？有啊，因为你咧骑的时阵，你的棍袂去互架入，因为伊足白的，所以你的裙子不会跑进去。因为本来无迄三宝骑去，棍无说你架着，到伊到位的时阵，迄个头家讲滚，三宝就走啊。你滚，快点跑走！哎呀，我囡仔要出事了，滚到走。来，咱来看这个你无要，你拢来处理。对，咱台南的，既然来骑古董车，袂记你一个足重要的活动，就是每年12月第1个礼拜，这间。就是林百惠，我头讲的海雅市，因为伊做年轻的时阵，拢会举办一个活动，就是大游行、摩登大游行。我呢，迄当阵就想讲咱组一团，咱做伙来参加。你看遮，这个是我。所有的车友呢，大家除了脚踏车足水，整理甲足水以外，每一个人拢足用心打扮。这个影片，
哦，这是其中一档，嘿，其中一档吼，这个拍鼓的这嘛是阮的车友。哎呦，哦，你看，嘛有真侪外国人吼来参与。对。你是皇家哦？哎，对，迄间有风格着，嘿，啊，你要看来不管有大人嘛是有囡仔，拢会当来做伙来参加。你看，对，12月第一个礼拜，来，这队呢，就是咱即摆的新住民，因为一开始伊拄啊办活动的时阵，其实无队伍足少的，因为办足侪档队伍愈来愈侪，去年都有30几队。嘿，包括咱的日本的友好城市，包括新住民，新住民家己嘛做一队，嘿，这穿和服的，其实足侪活动，对，足吸睛的，每一个队伍拢有精心打扮，这是阮台南的台南女中，你看伊摕的是啥物？你摕支弓箭，公道色，嘿，咱脚踏车骑了呢，咱巴肚嘛是会晓，介绍一下，这间。这间伫咱台南已经做70几档伊最特别的是安那，伊无招牌，可以当做70几档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做的这个歌啊，专门拢交互宫庙，嘿，拢互宫庙。换一句话讲呢，其实伊做的拢要互新民食的，来，遮，你有看到无？因为伊的主旨这就是伊的店，这就是伊的店。对，外口看你足无明显的，而且。你也要向要去买，你嘛买袂到，因为伊做的歌啊，全部拢交互公庙，所以你若无订，原则上你是买袂到的。今仔日有订无？有，因为我为着要来遮，所以我提早甲伊订，所以今日足幸运的，大家会当食到新明食的物件。来这个呢？这是阮台南100几档，已经有100几档1875年呢。嘿，对，因为阮台南凊彩一间店卡袂到，就拢几百档的，所以这100几档伊做的物件就是啥物？咱大概所知就是碰饼。碰饼对阮台南来讲呢，就是讲较早做过来，有人讲，食3粒碰饼啦，就是爱煎麻油，较赢食一只麻油鸡，所以伊真足补的安尼。来哟，食新民食锅饼，麻辣是毋是拜拜土地公爱食的，嘿，盐糕是啥物？梅啊吗？这是阮台南的特产，所以足甜的，还有一种是咸的。对，搭配手摕迄是咸，盐糕对咸的，其实嘛足特别的呀，因为一般足少做咸的，大部分拢是甜的。有够古早的。对因为你即摆食迄个麻辣嘛是即间酒来巴做，我感觉台南足侪人做碰饼，但是即间做的麻辣是我认为我食过所有全台南市做麻辣，我认为上介好食。其实有一个足香的香味。麻对芝麻的香味。麻油味，对，因为我食过所有做麻辣的，我就感觉即间上好食。伊讲麻辣，伊讲佫有卖什么米料甲迄土豆的。无，对，伊当下做麻辣咧。其实因做足侪物件啦，但是我感觉伊内底上好食就是麻辣。麻辣。嘿，对。这是毋是有梅啊？盐饼？对，盐糕。内底有加一点点梅啊，所以一点仔咸咸酸酸，含得甜甜。配茶做诶。对。有茶。蛋姐哈，蛋姐。来咱大家物件点心哪食？我来出一个题大家动动脑。来，古董脚踏车，我收遮尔济内底，其中佫有一个物件，其实伊是足特殊的，期间限定的，期间限定的，国际的车牌，大家要看卖，国际的车牌，对，国际，伊是一块车牌，但是伊是有一个国际的名，要互大家要看卖啊，是啥物国际的名的车牌？金蕉吗？是金蕉吗？啥物金蕉？因为咱若去海上有迄个金蕉船啊。嘿啊，所以想讲，有金蕉船嘛，有金蕉的迄脚踏车。是安尼。对啊。好。到其他答案。你问我甲你讲，我是有立证，我有交过学费的，因为我买过啊。我车牌你也买？我就是迄个恁像迄汽车的车牌啊，奥多巴的车牌我买袂起，但是脚踏车的车牌我有收，我有咧收。因为阮兜嘛有一台，我毋哪买后壁的车牌，佮有伊脚踏车头前有一个头牌，就是代表迄个车的牌主。所以是啥物国际？金蕉，因为海上有金蕉船啊。你看。你讲。练过啦。练过有啥？
平安呐，行车平安。对哦。哎呀，你澳洲来呢？哎，咱请咱的领队去看卖啊，到底是对一个轨迹呢？令到啊是红来，吼，金蕉，甲车牌关系是金蕉牌，真的哦，是金蕉牌，金蕉牌啊，金蕉牌，甲一支金蕉同款呢。哎，你对车牌哦。对，是金蕉牌，是因为伊的造型的关系，哦，因为伊的造型就是安尼弯弯，啊，所以呢，咱看下啦，哦，足像这个金蕉。啊，有做两站的哦。对，因为伊是有两站，啊，看这好较近酷哦。看无？哎，这是安尼哦。嘿，啊，这掀起来，啊，很个车牌就看得到啊，是不是？嘿，对，其实吼，你伊是有一个功能的啦嘿，哦，伊其实有一个功能，就是讲，哦，咱一般，哎来，这个我用这个吼，咱一般咱骑脚踏车的时阵，伊倒伫咧后壁，吼，咱倒伫咱脚踏车后壁的迄个挡泥板遐，吼，啊，你若违规，因为较早人可能毋捌字，吼，你违规你要叫伊签名，伊可能袂晓写，啊，所以呢，变成讲，警察呢会甲你头前这块细底啊摕起来，摕去派出所，啊，你爱去立罚单。立了，警察才去发这个给你，啊，无你看咧，这两个叫啥？停停用，对，就是讲你这个脚踏车停用，你去骑者，警察甲你掠开。啊，都爱罚钱啊。罚钱啊，对，啊，罚钱立了，伊才去甲你放倒转去，哦。我敢会使讲，因为我若去迄个歌仔去用抽掉，我迄台车停用，我去别人的去互倒去。哎，我甲你讲，厉害，安尼报袂起哩，倒袂着。你看伊这字是有这。做伙啊，有号码。这个是国字，对对是阿拉伯数字。都这是，所以足巧诶。所以甲迄锁匙共款啊，对，伊个卡榫拢用。2056665，所以我别人就无效。无路对，用。伊除了这个功能以外，还有防盗功能，是安那？哦，假如讲咱骑一个脚踏车，咱去柑仔店吼，买一罐豆油，啊，你足惊你个脚踏车碰见，啊，你当个细底牌摕起来，放在细底牌甲摕起来。嘿，放在咱地啊，啊，咱来买豆油，你个脚踏车就会碰见的啊。咱唔敢偷看，咱唔敢偷看啊，因为你骑这只出来，警察看到啊，这只停用，先甲你炸了，帮你甲小偷掠丢。哦，所以较早对，所以较早的政府啊，其实足用心的。我较早我出事较暗无，较早我袂使做。这容易去掠我做袂。啊，我请教一下，迄脚踏车的车牌，敢像迄种咱即摆奥多摆爱个单年爱对，因为较早吼，伫1954年，啊，这个车牌其实有发行的时间真短，1954一直到1957，哦，只有这几档才有。哦，因为迄当阵呢，一年当爱纳18块，新台票18块税金。然后你若无纳钱，伊嘛是会甲你一个收起，对啊，后来就改较细地，吼啊，即地的发行的量足少，啊，所以足侪收藏家即马争相收藏，只要若是有看到，拢会足侪人介绍一直出，愈来愈悬。所以你即地是去倒位找着、买着？对，嘛是想办法，想尽办法，一直高价，高价足侪工高价，嘿，对，高价是啥意思？拜托，苦的拜托，对，嘿，所以会使问即地牌介绍。对啊，起码市面上差不多。黑市多少？嘿，无黑市的，无黑市，嘿，大概5位数。哦，几万块，对，所以你买嘛上万吗？无啦，我无买啊好啦，安尼我可能去用骗，我迄地是还的。哦，还迄对，迄种的数量就足侪啊，因为迄种的一直发行的时间很长，所以得。有的头家是家己印的，啊，佮甲讲的，用互先生甲讲这是仿照的。嘿啊，我迄地才600块尔。我感觉你甲高正一地啊，你这甲高正。我第100块用挂。对。好来，厉害。啊，虽然无甲金蕉船无关系，但是会使食金蕉。虽然会当食金蕉。来，咱刷入去呢第2题，哦，咱第2题。大家注意听哦，较早大批骑出来迄台脚踏车，哦，迄台脚踏车是咱世界吼算介早的脚踏车，对，即只，哦，啊，要互大家要看卖，即台脚踏车叫什么名？什么脚踏车？脚踏车，嘿，名哦，对，什么名？有一个足好笑的名，足特殊的名。我等，大细轮车，大细轮车，还有其他答案无？甲伊的造型有关系。造型哦，姓啥名？姓啥？大细钱车。无啥正确，无啥正确。啊，有提示无？有提示哦，提示。红熊。你会当想象吼，咱即马咧，我今日无查硬币，咱的硬币是毋是有1块、10块、50？大大小小是毋是有无共？啊，咱请咱的领队。
好，来公布答案。我公布，我爱提起，哎啊，都提起，你都看你啦，提起呀，这个超级互动装置宾馆，一家，哎，对对 ，K K 呀，安尼 ，OK 吗？OK 吗？我就当，哎呦，答案是，答案是啥物车？大细钱哦，关链卡达车，关链，对，因为伊个链啊足悬的。哦，啊，因为我今仔早来这只呢是算上细只，伊当啊28寸的，啊较早上大只的有做到72寸，72寸有偌悬，180公分。哦，咱当想讲头前这链有180公分。哦，上关到180公分。对啊，所以关链呢是咱台湾家叫的名。其实啊，全世界第一台脚踏车吼，足侪人拢讲因的是第一。啊，但是已经无迄个历史啦，不可考。啊，伊个有另外一个足新式的名，好，咱看一个，好，伊叫奔驰是其实较早吼，古早时代英国伊的壁纸啦，对，它的前臂，哦，咱看正手倒手柄这个足大的，好，啊，另外一个足小的，对，哦，安尼有升这台脚踏车无？哦，有升诶，对，叫奔驰，对，啊，所以是用这个名啊，这个名字哈，只有在差不多澳洲甲英国，嘿，因才叫这个名。啊，咱台湾因为咱脚踏车实在有足侪名，哦，咱来叫自转车、自行车、铁马、空明车、脚踏车，对，空明车。所以因为这是外来的物件，啊，所以咱台湾对这个脚踏车吼，并无一个。讲哦，一定爱讲啥物货，大家拢听有就好啊。啊，所以这古董车嘛共款。哦，每一个国家对这种古董车的名拢叫无共款。唔是嘛？有人叫 Penny Farthing。对，其实 Penny Farthing 就是这个，大的叫做对，是迄世界。对，就是伊一个大链甲一个细链安尼。像要试看卖，恁试看，咱要试看卖。试看，这才贵着。啊，你穿宽带，你也这理由。车一届都有对，钱啊。今仔免收钱，免紧。今仔免收钱哦。其实吼，你骑这只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吼，我示范一解，互大家看者吼，就是讲，咱伫遮有无？吼，你脚先踏伫遮，啊，手环好，吼，啊，你即摆用脚甲伊拖行。啊！你拖行的时阵，伫脚踏车还袂倒落进前，你要紧爬起来坐。脚踏车若倒，我嘛倒啊。对啊，所以你还袂倒的时阵，你就要紧爬起来坐。好，来，我示范一下，大家看吧。好，你来拖行。啊，紧爬起来坐。啊，来，咱找到这个脚踏。哦，啊，要落来的时阵嘛，赶快要落来时阵，你踏，然后足优雅下车。哎，安尼。优雅，你懂你了解无？嘿，你啦，因为讲你要优雅啦。你不是要收回啊钱？优雅，要去打去收回啊钱啊！优雅，左右边，这样卡，要这样卡吗？我习惯。看你习惯，这样卡倒卡拢倒，嘿，对。爱注意，他爱看头前。爱优雅，哦，爱优雅。你爱优雅，你爱骑，我已经该逼就停。结果我骑。哎啦，优雅，我是不是以前？哎，这边都最优雅哎。对，啊，所以需要练习啦，需要练习，对。啊，我若脚够长，我敢会使直接。哦，当然会使，对，当然会像大牌安尼啊。系啊。先安尼去。哦，是哦。OK。哦，安尼有啊，有啊，成功啊，水哦。哎，伊这要安怎动？无，因为较早脚踏车并无设计动。哦，用开。对，因为你只要踏愈慢，你的脚出力，伊就会动。因为迄当阵是你踏偌紧，伊就走偌紧；你踏愈慢，伊就走愈慢。啊，所以迄当阵后来才有刹车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是古董脚踏车？就是慢慢啊进步。吼，咱一段时间，咱就感觉脚踏车有进步，愈来愈符合咱人类的需求啊。今麦个电子脚踏车。对啊，偌紧呢。好看。来，请坐。啊，是讲吼，老师，啊，你安尼修理脚踏车修理几啊10年啊嘛，应该有足侪故事吧？哦，非常的多。我先讲一个吼，足古锥的，吼，就是有一天吼，有一个爸爸带一个小学1年级的查囡仔，哦，伊讲伊要环岛啦，而且骑一台囡仔车，然后伊从台北开始骑到嘉义的时候，就发现脚踏车歹去有问题，然后找到我叫伊慢慢啊骑，一直骑来到台南。我帮伊修理好，吼，这个小妹妹勇气可嘉，吼，嘛就有礼貌，啊，完成环岛了后，吼，伊就寄一张明信片来互我，嘿，啊，这张明信片我今日嘛有拿来，对，啊，我感觉足感动的，吼，这个，
你帮助伊环岛。嘿，是。哦，伊去环岛，迄时阵翕的相片啊，变成明信片了。嘿，对。伊写的嘛足感动，足古锥。帅帅的老板，谢谢。谢谢你帮我修车，还送我小零钱包。祝你健康快乐。哦，足古锥，哎，对，足温暖呢。他叫金安静，就安静的。金安静。头哥会感觉感动，应该是顶管车帅帅的。无，这张是足古锥的，嘿，啊，另外一个故事是足感动的。好，另外一个故事足感动的，就是讲有一天吼，我记得讲天气真热，吼，啊，一个大哥载着一台脚踏车来找我，啊，伊讲伊内变速歹去，吼，啊，我帮伊看，啊，其实足简单的，就是讲伊内底一粒变速器的螺丝连去呢，啊，我甲伊锁好，然后我邀请伊阮内底泡茶，吼，我就问讲，啊，这台车是你即摆买的嘛，还是较早买？伊讲其实是因后生，吼，因儿子伫小学的时候，因为成绩无介好，伊甲因爸爸，因爸爸甲伊讲，你有要啥物礼物？好，你甲我讲，啊，爸爸送互你，啊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考试，你只要考前3名，有奖状为凭，好，爸爸就送你。然后伊就讲，啊，我要脚踏车，伊讲好，你奖状摕回来才有准算。有一天，因儿子真正摕一张奖状回来，因爸爸一看，哇，阮囝毋是袂读册的，无爱读呢，竟然第1名。哦，啊，从此以后，吼，因后生全部拢是维持伫咧前3名，一直到毕业了，考到阮台南上好的学校。哦，台南一中，尾仔考到清华大学，就伫伊大学2年的时阵，吼，得一个怪病，然后因爸爸结束伊手顶所有的工课，陪伊北上，吼，4界求医，吼，啊后来真不幸，伊怎过往去啊，吼啊，其实迄当阵伊爸爸足艰苦的，伊就感觉讲伊的房间甲伊的脚踏车拢保持无叮当，啊过来拄啊前一阵啊吼，咱大家拢足小客脚踏车，伊就想讲要来牵出啊整理，啊结果牵出来发现变速器歹去，吼啊伊其实有找其他车店。啊，头家甲伊讲，修理内变速爱开1万，吼，伊嘛要开，啊，尾仔呢修理无好，啊，上网找着我，吼啊，后来我帮伊修理好，伊嘛感觉哦，足感谢我的，吼，这是我感觉做脚踏车这1个10档来，我感觉哦，上介感动的代志。哦，这是应该因囝的一段连结。嘿，对，对。脚踏车载唔是人，是因的记忆甲感情。对，对。你敢有想过修理脚踏车有足侪人生的故事，会当听，会当感受，嘿啊！但是每一天听这款有可能较有影响心情的故事，你一定爱有一个开心果伫你身躯边吧？啊，是。嘿，有一个开心果是阮家己生产的。好呀。哦，对。你妈甲修理，你嘛有生产对吧？真的，嘿。伊就是你的多拉好朋友嘛，是你身边开心果，你的宝贝。是。人讲是少女心老灵魂，嘛是伊的查某囡仔。依涵，欢迎你的好朋友依涵。欢迎。你摕这是啥意思？不，吴祥兄，你拄则讲你生产的是这位还是？我的开心果是这位。开心果是这位，啊，这是伊的开心果。伊个算的时，伊就足欢喜。迄台是声哪大声？这是淡水嘞，啊，嘿。淡水咧，空袭警报时阵咧用的。对，啊，阮兜上济时阵有感觉50-60粒。恁兜遮济警报是恁老母生气的时阵，你就开始。生气啦！无，因为这真正足大声，啊，平时无法度摕出来算，所以咱拢是等有万安演习，还是啥物，就是警报叫的时阵，咱就摕出来啊，做位用。依涵，你即摆会使尽量用呢，尽量甲伊。这个我大声。去互妹表姐，最大声。来个我大声还好啊。敢有空袭警报的感觉？还可以再大声吗？我试看，来试看卖啊。飞机飞过啊！走去啊啦！再来哦！阿人的啦！
哦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代志啊！飞机走啊，飞机走啊！哦，都真正淡了，就大声，这么大声就恐怖，有就紧张的，对。所以这是你买哦？哦，无，这是爸爸买。你到底买这要创啊？因为这其实有一个历史价值啊。因为自世界大战进前，咱是日本，对啊，所以迄当阵才有这个物件。因为美军要来甲咱轰炸啊，所以要有防空手摇的防空警报器。嘿，对。啊，这以后贵就袂搁有啊。哦，对。所以你是不是有收集癖？对啊，因为伊有分大细粒。对，咱总统府一粒上大粒的12英尺，我嘛有一粒。你毛一粒？哦，你总统对，第2015年吼，咱抗战胜利70周年，总统府的志工冒一粒出来上电视，伊讲这是咱全台湾上大粒的12英尺，我看伊12英尺，阮兜敢若一粒。你迄条是倒来？你到底迄条倒来？港买来，甲咱买来。啊，你这敢袂是甲铁扇公主买？这是要创啥的？铁扇小公主。这嘛古董。无，这是爸爸做的。你家己做的？这嘛是爸爸做的。啊，这边来创啊？你就摕来呢，内底就有火。有火。这是要来补寒季的吼。这是来烘寒季的。烘手的。哦，会当烘手。会当。嘿啊。伊这种暖炉。哦。火炉。这是火烘。火烘哦。会当烘鱼啊，烘。对。寒季。这主要是真正是咧烘物件。一开始本来是咧烘，会当烘手，啊嘛会当烘物件。哦，寒人的时阵就对啦。对，这足好用啊！啊，你拢用这烘寒季就对。这会当摕出来食，这有烘好啊。这烘好啊，是用这烘的吗？嘿对，而且烘24点钟的哦，你恁外口买袂到的。烘到24点钟才会烧。对，因为伊火足小的。伊的火敢是明火还是？无是足文火，足小。有火。嘿对，因为内底是碳晶。哦。24点钟呢？伊还嘛会使烘棉花糖呢。会使。拢会使。因为阮细汉的时阵，定出去露营，我拢会炸这个出。啊，你看这吼，嘛会当煮桶饭，啊嘛会当煮。迄个烘啥物物件拢会当，就真的。面包、饼干啊、蛇饼拢会使。所以拢做爱收集这种古董的，是。包括伊这较早的电视吼，就是拢生做较细台。哦。啊，你真的是啦。所以是较早的电动玩具啦。这时钟伊会弹无？哎呦，这个吼，来我介绍一下，这条时钟吼，大家看卖啊，其实伊是基本做。好，日本做，对，Tokyo，嘿对，嘿对，啊，因为这个时间吼是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去日本佚佗，啊，伊感觉这个物件我应该改，所以伊要等下送我，好，啊，大家听看卖啊，这条是什么歌？你这是脑筋啊，吼！嘿，对。啊，你透早脑筋啊咧打，你那个困了如何？我看了这我继续困啊。催眠曲呢？对，水晶音乐。因为伊足特殊的，就是讲，因为伊是日本做，但是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咱台湾人作词作曲。1937年的时候，咱台湾人作词作曲，所以对这首农村曲红甲当日本去，所以日本要做这个时间的时阵，伊把这条歌放在顶内面。然后阮朋友，这个时间台湾是无咧卖，系音乐性啊，所以是阮朋友台湾之光。对，伊算另类的台湾之光。啊，我感觉真无简单呢。你讲故事的时阵，你咧泡咖啡。啊，这咖啡有啥物历史啊？有啥物故事啊？这是我家己烘的豆啊。你家己烘的豆啊？对啊，因为其实伊有一个足特殊的味道吼，这个味道伫外口啉袂到，哦，大家啉看卖啊，伊感觉有一个很特别的香气。啊，你的杯啊嘛有一个真特殊的。哦，啊对，啊直接甲大家讲吼，咱来宾今日摕到这块杯啊吼，啉了呢，你会当揸回去。啊，嘿，因为这块每一块杯拢无共款，吼，咱手变换这拢是我家己编的，啊，所以无共，嘿，啊，你啉了，你就当甲恁诶杯啊揸回去。哦，这你家己编的。金金的。嘿，对，谢谢。哎呦，干杯！水咖。干杯！谢谢。谢谢老板。谢谢。哦，就胖。哎，这个味，那个特殊的气味，你有啉到？果香。啊，你咧？生。果香吗？是毋是有淡薄仔巧克力的味？哦，对，咱一般伫外口食迄种
香草冰淇淋，冰淇淋，伊是香草，啊是阮同学种，所以伊免费提供互我，伊迄伫迄个百货内底有咧卖一条吼，100块，我内底差不多有放5条，除了咖啡以外，内底还有香草，香草，皮看买。真正呢，赞的呢，哇，很香很香。这一条100块，伊就会使讲啊，迄20万。你有一个这么特别的爸爸，你心目中你感觉恁爸爸是什么款的存在？哦，这感觉就复杂的，就复杂，嘿，就是有时会感觉就烦的。哦，来抱怨的对因为阮兜有收规材料的时钟，时间，时间到的时阵，就会听到迄时钟就是一直拢做伙叫，啊，就会家长嘛咧叫，阿兄嘛咧叫，啊，就规间厝面内底拢是迄时钟的声音，就真正足吵。但是你细汉甲今嘛，你去上课拢捌迟到过？哦，对，无对嘛，你敢管，我咧脑筋啊。对啊，提早2点钟起床，关闹钟啊，爱关1点钟。啊，有时嘛感觉伊真好，因为像我伫台北读册，啊，阮同学就是爸爸妈妈拢会寄迄食的物件互因，啊，但是爸爸就会寄食的了后，啊，佫会寄我做作品需要的家私，嘿，啊，阮同学就会看我借来用，因为阮做作品有需要的题诗，然后。大一的时阵，就是爸爸有寄足侪题诗送来。爸爸台北嘛有卖题诗啦。伊当阵拄啊1年啊，吼因为买物件无方便，我就甲伊讲，你买偌粗，要偌伊个，规气我全部拢寄去，寄一箱起，各种款式各种长度拢有，所以伊就会当伫同学遐做公炫耀，用到今嘛都还袂用。你今嘛大几啊？大2，用1年还袂用了。你是做水电的，读水电的啊？工业设计。工业设计。啊，像阮兜外口，嘛有种足侪花空树啊，就足侪人经过看到，感觉足水的，嘛伫外口翕相。啊，伊有用的时阵，就伫阮兜内底，就是烘咖啡豆啊，嘛是有用的时阵，嘛会去办一寡脚踏车的活动，我自细汉就会带伊去耍。哦，同款的趣味啦，对，听起来爸爸无啥咧趁钱，你家己讲有留伊，你是台南的参交啊？我平常时啊拢无咧开钱，啊无这是啥物？这对啊。安尼咱今仔日咧府城这个故事听了，恁感觉安那？我感觉足古锥的啦，有伊的理想，伊哦，甲这理想咧，互足侪人知影，就较早的人是安怎。保存这个脚踏车啊，爱甲这个技术，互更较侪人知影。而且即马连因查某囝嘛会晓，对无？你遐古董，你也无甲保留落，遐故事拢无去。对，真的无通讲。对啊，咱大家拢有家己的兴趣啊。有一寡人伊的兴趣是讲，伊拢伫咧厝内家己偷偷欣赏。但是我就欣赏迄个府城大兄，伊会甲伊的兴趣。分享互大家知影，比如讲安那修理铁马，安那徛铁马放活动，这花烘啊、咖啡啊，伊拢会甲伊介意的物件去甲别人做交流，对吧？我感觉袂歹啊。我感觉是伊是一个做习物的人，秀物的人，这拢有故事啊，拢就。即马我头一摆看到呢，真宝气，嘿啊，这拢是故事，拢是历史，啊是嘛是人情味，对。但是即马咱嘛着爱来投票，听咱府城遐讲了这个故事，你感觉你若是要做伙去的时阵呢，你这甲单落，倒放上去，好不？啊，若无的时阵，你咖啡里面就好走，OK 吗 ？OK。到底有想要对咱府城遐来咱府城骑脚踏车无？1、2、3，哦！